Hello，各位網友，大家好。嗱，咁我身邊咧呢一位議員啊，一個新一屆嘅議員咧，我相信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因為點解咧？佢係除咗經常係喺立法會有發言啊，同埋咧就說好香港故事。咁啊，去外邊啊接受傳媒嘅訪問，接受外媒嘅訪問之外咧，咁佢都係一個 YouTuber 啦。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啊，咁啊得閒咧，咁啊睇下啲即係短片 YouTube 嘅短片咧，都有機會見到佢嘅。喂，李兄 ，Hello，大家好，華哥，恭喜你先嗱，恭喜你咧成功連任啊！感謝，亦都多謝咧華哥咧喺我哋嘅競選過程裏邊咧，亦都出咗好多力，親身嚟到紫荊嘅票站啊嗰度幫手嚇，非常感謝。其實咧，紫荊咧就誇獎咗我就冇乜點出力㗎，就幫佢一兩次啫。咁但係咧都我覺得你好成功，咁啊可以話好順利連任，同埋咧今次咧嗰個選舉嘅成績，我覺得你比上一次係進步咗喎。嗱，咁我當然咧唔係話佢選票多咗，只不過咧喺嗰區嚟講，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就係有兩位議員係可以咧就係成功去爭取到呢個係議席嘅。咁而咧阿紫荊今次啊咁更加係嗰區入邊咧就排第一位喎，你攞個票數係高過另外一位，同埋咧就我記得上一屆嘅時候咧另外嗰位。咁佢個票數多咗你好多嘅。嗱，今次你有咁好嘅成績嘅原因喺邊度啊？咁首先咧，即係我感謝各位網友嘅支持啦。其實即係對於我嚟講咧，幾多票都好啦，其實都係每一個投票俾我哋嘅市民咧嘅每一張票咧，都係我哋工作嘅原動力，亦都係對我哋過往幾年嘅工作嘅肯定啦，或者對我哋未來咧嘅工作嘅一個期望嚟嘅。咁所以咧，紫荊係背負住大家嘅期望咧，再次進入立法會咧嗰度咧係為大家服務。咁至於咧其實票多多少少咧，其實我自己就唔係話擺得太多心思落去，因為畢竟咧當選咗之後咧，其實今次咧呢個選舉咧嘅背景係好特別，有宏福苑嘅火災咧係喺我哋嘅選舉過程裏邊咧，仲有差唔多2個星期嘅選舉嘅時候咧就發生咗。咁呢個咧係香港從來未試過咧咁大嘅火，亦都有差唔多成200人喪生，就正喺我哋個區裏邊。咁所以作為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啦，同埋後任嘅立法會議員啦，其實都肩負咗一個即係需要去幫手嘅一個即係使命嘅。咁當然啦，你話即係呢件事具體嘅影響，對於大埔區嘅居民，佢係一定有一個實際嘅影響，亦都會喺個選舉結果裏邊反映到出嚟。咁其實我唔好講太多好特別嘅會唔會係有啲咩轉化或者太技術性嘅嘢，就淨係講一樣嘢啫，就係話宏福苑本身咧就喺大埔個選區裏邊嘅。咁佢一個係叫宏福選區嘅。咁宏福選區咧，佢本身咧就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有2000個單位啦。咁而家係咪2000個單位？其實差唔多係成5000人嘅人口噶啦。5000人嘅人口之中咧，亦都有若干係即係選民啦。咁各位亦都會投票。咁呢件事發生咗之後，我唔好理其他嘢，淨係宏福呢個選區一定係佢哋已經被安置咗喺好多係過渡性房屋嘅項目啦。咁好大部分咧，其實唔係喺大埔裏邊嘅。咁要呢班人去翻去大埔嗰度投票咧，咁其實第一即係佢哋一定啱啱發生咗呢件事，好多其他嘅嘢要處理，可能投票係擺喺佢哋嘅位置裏邊嘅好低。咁但係當然啦，佢哋都有有為數不少嘅係翻咗嚟投票。咁而紫荊亦都好感動，就係話喺拉票嘅過程裏邊，有啲宏福苑嘅就我真係特登翻嚟投票俾你，係對你嘅工作有期望，希望你入翻立法會嘅話，會幫我哋宏福苑嘅居民去做一啲事。咁所以對實質個票嘅影響係一定會有嘅，即係喺大埔嗰度，即係我相信大家個投票率亦都會低咗嘅。咁亦都係點解新界東北即係我哋呢個選區咧嘅投票率係全港10區最低？但係呢個我相信大家係理解嘅。咁好啦，咁我想問，咁你係咧呢個宏福苑當區咧嗰個議員啦，咁真係責任相當之重大。咁而家嚟講，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咧，個個都差唔多異口同聲話咧，新一屆嘅立法會首要嘅任務就係處理呢件事，處理咧就宏福苑災後嗰啲工作。咁我想問啦，你應該咧都係咧有同一嘅即係議員啦。咁你有咩計劃？點樣去處理宏福苑而家咧災後咁多嘅問題咧？其實咧喺宏福苑個火災發生咗之後咧，其實紫荊同我哋嘅團隊係沒有停過步，亦
亦都冇等話選舉完咗啊，或者冇等要上任啊先至開始。當火災發生嘅當日，我哋嘅團隊已經全線喺呢一個東昌街嘅體育館，即係當時被安排咗做其中一個嘅即係庇護中心嘅地方咧，就係幫啲災民登記啦，維持秩序啦，同埋幫佢哋對接唔同嘅社會資源啦、社會福利署啊等等。咁所以嗰個工作係冇停過落嚟。好啦，嗱咁你講咗好多細節嘅嘢啦，咁但係有一樣嘢我記得咧，最近啦睇一啲咁嘅網媒佢都有講嘅，咁該區嗰啲災民咧就係知道咧而家咁係該區嘅基金咧即係話係賑災嘅基金已經去到30幾億啦，咁但係咧佢哋咧有啲即係話災民就抱怨佢話咧咁多錢都好啦，似乎咧就好多都未到手啊，講緊啲錢啊嘛，幾廿億 ，OK， 第一政府話俾你聽係未完全到手嘅，即係有啲人 commit 咗我會捐幾多咁，但係未到手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而家其實政府都係諗緊唔同嘅一啲安置計劃。咁呢個咧係要諮詢居民嘅意見嘅。咁我哋就問咗我哋好多我哋接觸嘅宏福苑居民啦。咁我哋聽到嘅主流意見咧，就似乎係想攞一嚿錢，跟住俾佢哋再買居屋。係啦。我想問一問你啦，嗱，而家嚟講咧，我相信咧，啲災民咧最關心同埋咧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話佢間屋燒咗啦，咁啊將來嚟講咧，佢點樣係能夠咧再有翻一間屋嗱？咁啊而家咧社會有好多聲音嘅，咁啊有啲又話咧，喂，不然咧就市建局咧就係問佢哋喺呢個市場用現價收購咗佢，俾一筆錢佢哋，咁佢哋咧就可以四周圍去再買樓啦。咁啊如果唔中意㗎，咪等呢一度再起翻啲樓，咪俾翻佢哋咧，再有機會再買翻。咁有一啲咧就話唔係，咁啊應該咧就係用嗰個賠償基金，再加埋咧可能政府咧又俾翻啲錢落去咧，咁啊跟住咧就重建翻嗰度就俾翻佢哋。咁即係話咧啲災民係唔需要再揾錢去咧係處理依家就係災後嘅情況嘅。嗱咁但係咧社會亦都有唔同聲音啦，好似啲地產代理商咧，咁佢就反對政府介入嘅，因為點解咧？宏福苑始終都係咧屬於係私樓啦，都算係嚇。咁所以咧嗱，你喺呢一方面咧咁我想問你有冇咩計劃或者有冇咩建議俾政府？嗱，我哋上個禮拜見財政司副司長咧就係咁樣。第一個咧就係大原則，大原則咧就係你頭先講啦，其實每一個宏福苑嘅居民咧，佢哋嘅背景咧都係唔一樣，所以佢哋嘅諗法咧都係唔一樣。譬如有啲人同我講，我其實根本我深圳有間屋㗎啦，已經，我就不如翻去深圳住，咁你俾夠錢我啦咁樣。咁有啲人咧就係想住翻同一個區，佢覺得方便係啦，咁想原址重建。咁亦都有一個咧就係概念就係就唔可以原址啦，原址又要拆又咩又要等啊，有啲人覺得觸景傷情。咁所以咧就係話喺大埔區內易地，即係話喺大埔區裏邊嘅另外一塊地嗰度再起翻咁樣。咁呢個啦，亦都有人提。第四個方案咧就係話我哋唔使咁搞咁多嘢啦。總之你而家有起新嘅居屋，我去換一換一，我有補地價嘅就補地價，冇補地價就冇補地價，即係咁樣一換一咁嘅概念。有人頭先好似我講啦，攞一嚿錢，跟住你俾我一個再買居屋嘅權利，係啦，因為理論上咧個房屋資助咧只能一個人一輩子只能夠用一次嘅，咁所以我哋嘅具體方案咧係不能一刀切，即係不能一個方案就代表晒所有人，因為呢個唔 work 嘅，係啦，咁一定要多元化有得揀。咁喺呢個基礎之後咧，其實我頭先提嘅所有方案咧，我哋都有建議嘅。咁所以就係因為咧，正因為咁多唔同嘅方案咧，你譬如你重建我哋使乜？因為叫譬如2000個單位，我哋使乜揾一個位咧係有2000個單位咧？唔需要啦，就因為根本就唔會有2000戶全部都係揀同一個方案，而我哋收到咧嘅最多人揀嘅方案咧，好可能咧係收錢，跟住再俾個機會佢買多次居屋。點解揀呢個發生咁大件事咧？其實咧，大家唔係好想 move on 嘅，即係佢唔想係處於呢個傷心地啊，係啊，即係我呢個狀態啊，因為其實佢哋都係小中產嚟嘅，因為係居屋嚟噶嘛，佢哋想就係，即係當然有啲係喪失咗至親嘅，咁嗰啲永遠就即係不會磨滅，但係有好多佢如果能夠即係僥倖即係全身而退嘅，佢其實佢只要處理咗呢個居住嘅問題，佢就可以重新過一個新生活噶啦。咁樣，咁我想問翻啦，咁其實而家政府有冇個意向，你知唔知啊？感覺上都係
一個好似一籃子嘅方案，就俾人揀。哦，係啦係啦，咁樣似乎應該係咁。係嗱咁好啦，嗱咁啊，關於雲福院嘅即係災後嘅工作咧，我相信有好多好多。咁喺呢啲節嘅訪問入邊咧，都應該啊傾唔晒㗎啦，亦都係太多即係好瑣碎啊，唔係好繁重嘅工作。嗱咁我而家我就想轉換翻另一個話題。嗱咁啊，我就唔好話我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咁你咧就係喺未即係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前咧，就係一個 YouTuber 一個網紅嚟嘅。好啦，咁你晉身咗呢一個立法會之後咧。咁喺上嗰屆嘅立法會個任期入邊，咁你都有拍片嘅。嗱，咁最近咧，嗱以前嚟講冇咁嘅聲音㗎，但係咧，我發現到最近嗰一兩年咧，社會開始有唔同嘅聲音。嗱，咁我啲網民咧都有留言就話咧，做立法會議員如果咧做埋呢個係網紅嘅嘢咧，就覺得咧第一咁啊，可能咧就分心啦，分身添啦，分身不下。咁啊，認為咧有機會耽誤咗立法會啊嗰啲咁嘅議會工作。咁同埋第二咧，佢哋亦都覺得咧係唔應該，因為咧始終都係立法會議員啊，即係攞緊公帑啦。咁好啦，你攞住公帑，咁跟住咧你又去秘撈喎。嗱咁啊，有好多人咧就話：喂，你咁嘅做法咧就有違我哋市民嘅一個期望。嗱咁啊好啦，咁我想問，嗱咁你對呢件事咧，對呢樣嘢有咩睇法？同埋咧，你啊本身嚟講都係 YouTuber，你會點樣去協調咧？嗱，首先就係話我哋喺2022年啦。嗰一次嘅立法會選舉，2021年嘅年尾嗰次立法會選舉咧，咁我哋嘅參選咧嘅競選口號係敢言啦，為民生啊咁樣。咁其實當時我諗投票俾我哋嘅絕大部分嘅市民咧，係知道我哋 KOL 嘅呢個身份，係而係好可能甚至乎係因為我哋呢個身份，因為我哋2019年開始已經喺網上發聲。而投票俾我哋嘅，咁所以我諗呢個第一樣嘢要搞清楚先，就係好可能投票俾我哋嗰啲人根本就係支持我哋 KOL 呢個平台。咁好啦，咁個第二點啦，就係話 KOL 呢樣嘢咧，其實需唔需要存在咧咁樣嚇？其實咧，自從咧當選立法會之後咧，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嘅YouTube 頻道咧，其實係個即係出片好多，其實好多街坊都話：你成日越嚟越少出片喎。的而且確咧，我哋因為立法會好多會議啊咁所以咧，我嘅拍片習慣係朝頭早嘅。咁如果譬如我嗰日要擺街站啊，或者我嗰日要開會咧，咁我其實嗰日就唔拍。咁減到去差唔多一個禮拜都係得可能2條到嘅啫。咁亦都係喺好早啊，都未翻嚟開會之前已經拍好。咁所以呢個絕對係唔會話影響到我哋立法會嘅工作啦。咁樣。咁同埋喂有一樣嘢就係話，大家要明白咧，立法會裏邊咧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界別嘅，其實真係全職立法會議員嘅咧，其實就唔多嘅，係啦，譬如醫生又有啦，律師又有啦，工商界又有啦，係嘛？咁如果你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唔存在話係立法會議員咧，就係即係不能身兼數職咁樣啊，咁先算啦，係啦。而我哋嘅參選，而甚至乎咧，其實喺我哋嘅參選嘅嗰個有一個叫方格表嘅嘢嚟嘅，係你要喺嗰個投票嘅時候咧，個 declare 咧你嗰個職業嘅咁樣。係咁當時第一屆選即係上一屆選嘅時候咧，我係寫咗自己嘅 KOL，咁所以市民係有個合理嘅期望咧，我哋係維持嗰個嘅工作嘅咁樣。咁至於今屆咧，我今次就淨係寫立法會議員同埋公司董事啦咁樣。咁因為我哋事實上拍片亦都越嚟越少啦咁樣。咁所以嗱，咁去到再另外一個層次啦，就係立法會議員應唔應該有一個視頻嘅渠道去同市民去聯繫？咁我就發覺，咦，我哋如果冇拍片嘅話咧，譬如因為好似選舉嘅時候。我哋因為咧選舉嘅條例咧係唔可以評論一啲佢冇寫支持同意書俾你嘅人，咁所以我哋就冇拍片啦。其實我哋嘅團隊都好擔心啊，因為我哋其實一來以嚟咧就透過呢一個我有好主要嘅平台咧去接觸市民，無論佢哋俾意見我哋，或者我哋去俾一啲資訊佢哋啊，或者我哋有啲嘢咧，如果睇開我哋片咧，就知道我最後咧每一次咧都有一啲咧 call to action， 即係話咧我想。各位觀眾幫我哋做或者協助我哋做，譬如有陣時我哋唔夠義工喎，大家各位觀眾可唔可以做我哋義工啊？喂，我哋需要譬如宏福苑嗰陣時唔夠物資喎，我哋可唔可以有啲需要捐一啲物資？即係嗰個平台咧，同啲市民接觸。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平台嚟嘅。否則嘅話，譬如我哋其他 Facebook 又有 ，Facebook 不嬲都有㗎，係嘛？YouTube 我不嬲都有。其實我喺做 KOL 之前，我係區議員嚟㗎。
不嬲都有 YouTube 㗎，係咪先？係咁好啦，我又想問翻你，你覺得咧做一個 YouTuber 或者你哋有一個係即係話發聲嘅渠道咧，對你個競選有冇幫助？一定係有幫助嘅，因為其實我相信就話，其實而家即使去到而家啦，即係我哋已經做咗立法會議員4年啦，其實好多喺街嗰度嘅人咧，都話啊，我支持你，我2019年嘅時候已經開始睇你 YouTube，睇咗好耐啦，咁樣。咁佢又未必會，因為其實咧你要明白，幾萬個人去投票俾你咧，其實每一個人投票俾你嘅原因都係唔一樣嘅。有啲人投俾你，因為你幫過佢有啲嘢，或者地區工作啊，或者形象啊，或者佢地區嘅團隊啊，有啲人可能因為就係你網上嘅平台，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係兼顧我哋嘅工作。咁但係咧，我有樣嘢想同你講就係話，嗱你話咧呢個做嗰個 YouTuber 或者網紅咧，對你嘅競選咧應該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嘛。但我記得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咧，有好多啲網紅咧就真係參選，但係差唔多大部分都係落選嘅喎。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其實好多人投票俾你咧，係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即係如果你淨係拍片，你唔做地區，你又冇團隊，又唔服務，你淨係靠咁梗係唔得啦，係咪先？所以我就係話，其實我哋嘅工作就係要多元化，就係要缺一不可。否則嘅話，其實你頭先又講得好啦，淨係拍片嘅，證明咗其實個社會會話俾你聽唔得，你選唔到就係唔得咯，你選到就係得，係啦咁樣。係啦，嗱咁總之咧，就聽阿子敬所講，咁啊大家都明白到啦，每一位選民投你一票咧，入邊咧有好複雜嘅原因同埋因素在內嘅。嗱咁啊好啦，咁啊呢一節嘅訪問咧就好快啊，咁啊去到尾聲啦。咁我亦都係好多謝阿子敬咧，咁就係出席今次嘅訪問。嗱咁我希望咧，我呢條視頻入邊咧，繼續揾到唔同嘅新一任嘅立法會議員，同大家咧就講一講佢未來工作嘅情況。好喺度，多謝華哥，多謝，好多謝各位。